看你这么急匆匆的赶过来，应该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。昨日的命案，正是。昨日发生在街头的命案，死者死状凄惨诡异，却和你说的魔教杀人异状极其相似。魔教中人信奉以血养人，吸血可以增强内力，还可以强身健体，也可以使人长保青春。上次听你提起过，甚感骇人。没想到世间竟然有如此惨无人道的杀人之法。恳请爹爹让孩儿亲自调查此事。好，爹爹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魔教之人潜入京城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皇上已命重兵封城，正要严查此事。爹爹认为将调查此事重任交于你，再合适不过。孩儿领命。至此，京城守备总管一职就交给你了。京城的治安一定好好治理。是。嘴上说什么疼我，其实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谁都不疼我，谁都嫌弃我，都不带我玩，都不带我玩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天呀！你要亡我苏冉冉吗？哎呀！拼了！哎呀，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依照娄家堡的财力跟势力，怎么会跟丞相府的外甥女结亲呢？娄家堡向来黑白两道通吃，朝廷都忌惮他们3分，也鲜少跟官宦人家来往。这突然上门提亲，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而且我们跟秦家，我们2家现在处境非常微妙。自从定下婚约以来，2家没再提过，可皇命不可违呀。现在又多了个娄家堡等我们回复，真是焦头烂额。老秦那边不着急啊，就让那个老家伙给我等会儿。可至于这娄家，莫非这个娄少主听说咱们天儿冰雪聪明、端庄秀丽，慕名而来？那是，我们家天儿可是万里挑一的好姑娘，贤良淑德，蕙质兰心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她跟咱们家老三……就是啊，这俩孩子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的，我还一直希望天儿将来嫁给我们老三呢。哎呀！
娘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这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表哥，天气炎热，喝碗绿豆汤吧。表哥过来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表妹，爹娘还在等你对娄家堡提亲一事的答复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还没想好。娄家堡在江湖上名声响亮，娄少主也是一表人才，想必爹娘也会觉得这是门好亲事。是啊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虽然舅舅舅母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你们与表妹待我如亲手足无异，可是我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不能再打扰你们了。不，表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尽快给舅舅舅母答复的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祈愿福，祈愿福，求爱求子，求健康，求姻缘，求大运，求升官发财，求龙凤胎，要啥有啥。哎，看一下啊，走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姑娘，看一下祈愿福嘛。祈愿姑娘符？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？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15个。什么
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。老板，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？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？1两一个，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包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啊，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。啊，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。哎，赶紧去啊。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保佑。你是谁？你别怕，我叫杜瑶冰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有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。你看你生得这么标致，脾气倒还不小。我好心救了你，我还没问你是谁呢，你就问我，你不觉得应该有个礼尚往来，先来后到吗？你呀，现在就在这儿好好休息。我要是想取你性命的话，就不会留你到现在了。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是我杜瑶冰既然救了你，不把你治好，我是不会放你出这个大门的。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要做，你要是跟我耗着，我就跟你耗着呗。好吧，那我出去帮你看看熬的药好了没有。哎，姑娘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了，
我杜瑶冰的人品，在这太乙山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字。姑娘，我遭仇人追杀，流落于此，请姑娘勿向他人透露我半点行踪。放心吧，有我保护你，没有人敢动你半根汗毛。简直价值连城，赚大了！保佑三哥苏泽别再像木头一样，多说话更健康。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？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父亲，回来了。新官上任，事务可顺利？父亲不必担心，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明日，你去丞相府拜访一下，把你连日来收集的魔教情报，向丞相大人汇报一下。是。你好好歇歇吧，我去书房了。中缠，多少遗憾都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
山。